一生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奉献的彭明敏，今年4月7日过身。为着感念伊的付出，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院长苏贞昌，今日是参加彭明敏的百岁纪念礼拜。蔡总统现场颁保养令，佮讲望彭明敏的精神会当定境伫咧台湾。颁证褒扬令。感念彭明敏教授，则是彭明敏教授百岁纪念礼拜时，总统蔡英文颁证保养令，在场阁有副总统赖清德、行政院长苏贞昌等等。蔡英文嘛伫现场致辞，感念彭明敏伫无稳定的时代对台湾民主的贡献。虽然经过判刑坐监，甚至在海外度过真久的时间，但是伊对头到尾。依然坚持自由的价值，无放弃过。彭明敏原底互蒋介石派做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，不过因为发表一篇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，讲到反攻大陆无可能，而且制定新宪法，互当时的政府判刑。落尾虽然得到特赦，不过受到监控，伊后来伫朋友的帮衬之下，逃亡海外20多冬。咱台湾人任何观点看起来。应该有独立的管理。蔡英文讲，台湾会用彭明敏的经验抵抗来自中国的压迫。过去这段时间，台湾嘛面对中国的威胁，我咱阁想起蔡教授的提醒，民主自由是台湾上大的资产。伫彭明敏遗像的布旁顶，蔡英文落款签名，搁一摆感念彭明敏的付出，表示会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，嘛希望彭明敏的精神会使定根伫台湾。台湾这个民主，还没有完全民主，这个民主的一直改革。记者郭文正派文台北报道。